今仔日暗时有入去听即个 Space，Twitter Space，就若听，有发现讲，着即摆的少年仔，虽讲是一寡台语词伫学，嘛有学罗马字，毋过嘛是有一寡，就是讲话，就是知影讲是华语人的腔口，而且亲像讲校着线，也伊会讲压着线的地方。虽讲伊可能逐礼拜拢有若练，嘛要找机会讲伫外口讲台语，毋过也是讲有着一寡华语的环境。举一个例，若讲要去考驾驶的执照，也变做讲即个教练嘛是讲华语嘛是伫一个华语的世界，变做讲加少会着影响着，就是讲爱讲甲做有台语的开口，无受着台语的影响，像即个 Space 的即个主持人共款，是诚无简单的代志，无容易。有的人有可能会晓讲，毋过就是即个发音无正，就是看着别人其实嘛甲我有共款的问题，毋过我着对家己诚无信心。若愈无信心，着愈想要有一种逃避，无想要讲毋是无法度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。心肝头就想讲，若我做袂到，会永远拢做袂到。会感觉讲家己实际上就是比别人搁较差，比别人搁较含慢。安怎拍拼犹原是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做甲别人共款，就变做讲家己会有一种愤慨，会变做无法度用平常心互家己进步。举一个例，若讲想讲亲像别人共款，伫即个工课上有一寡成就，搁想讲家己无介到，逐工头壳内底想的就是讲，好运啦，若讲会拄着，公司就无够人，逐个拢走了了，就趁机会，无就是讲做早就入去公司，无就会想讲，拄啊好，即个顶司甲我听啊，就对一个顶司对调调，伊就变做大细心，做伊的人马，做伊的爱将，就算无啥物才调，我就想要找即种芳，找即种时机，毋是想讲要安怎家己拍拼，我有即种问题，就亲像讲写册，想要亲像别人安尼，互足侪人拢有趣味，拢有兴趣，拢会去，拢诚爱看。我就心内就是怨叹别人讲，拢无眼光，就是变做足咸的网络的即个网友共款，用足咸的方式，想讲拢是恁袂晓欣赏，先物质，家己就先物质，安尼变做讲，我着找无一寡方式，去互家己进步。就亲像讲有一个人，伊若讲想要家己伫网络写一寡文章，互逐个欣赏，伊就无法度面对，就开始讲，我嘛不爱写，我就去看别人写的文章，就正口倒写，正口倒写，做咸面，就是讲话拢足咸的。
逐个安怎做，伊拢看袂顺眼吼，就看起来就是足插肉。这嘛是一种无法度讲用平常心去豆豆仔拍拼，就是会怨天怨地。我想我嘛是行即种路线。其实台语讲袂好势诶人逐工拢伫讲，拢有机会讲，毋过安怎讲拢是华语腔足重诶人，实在嘛诚济。就是讲，我着爱平常心去看毋免先去怨叹讲就是无环境无人来栽培，去想这，着袂输讲家己诶工课，无做顶死，无替互人牵心，着讲别人拢是找家己诶好朋友，无甲代志解决爱安怎解决？就是平常心。会当调整，就哪调整。若讲无要紧看开嘛是一种方式。就是较有时间，较无压力，会当加甲阮翁斗帮衬。嘛会使讲加去学一寡物件，时间较长，毋免讲若互人牵心，做一个小小诶主管，有可能爱定定开会有诶无诶，佫有一寡期待，佫有压力。若讲想互开，嘛是一种方式，就变做讲我无法度用足平常诶心情去对待这我较烦闷诶代志。想要占赢，毋过佫无即个才调，变做讲做啥物代志拢是用一种怨叹诶心情。好比讲若写小说嘛共款有可能拄开始写着讲嘛无人看啦，就无一种平常心。安尼就变做我嘛无法度去看别人写诶，有可能我会怨妒。所以讲我就是平常心。有可能讲即个讲台语有时，即个口语有时是有一寡奇卡。我若讲会当接受讲家己这方面有较烦闷，毋过烦闷无代表安怎，就是加讲，就是会豆豆安尼自然诶进步，毋免讲去拼啥物物件，拼讲啥物短短时间着爱互逐个足惊吓诶，短短时间着爱完全拢袂受着华语诶影响。若讲目标足悬，毋过做起来无达到即个目标，就会开始找一寡讲拢是怨天怨地，一种借口。就是所以讲，即摆我就开始怨叹讲，对就是较无人讲这无就是怨恨即个时代，怨恨即个环境，怨恨逐个无即个意识。这实在是对代志无啥物帮衬，对家己嘛无帮衬。我爱做诶，就是用足舒畅诶心情想讲我有进步，就算讲有时阵佫回转来无进步慢，安尼也无要紧我有坚持，就是讲逐个有可能紧一项代志来坚持。像讲我诶旧同事，伊坚持想要去台北拍拼，豆豆仔找尾仔嘛是找着头路台北诶头路有满意诶头路，就是用足舒畅诶心情毋免去有即个情绪去怨恨。